台南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，逐年拢会做这菱角鸟的数量调查，到今是第9年咯。今年上届新的统计结果，讲今年有2900多只，比去年增加要到280只，创下历史纪录。不过，也有农民指出讲，一寡所在永过捌出现菱角鸟，这几年因为这供电开发也个欠水问题，致使一寡所在拢看无菱角鸟。外口天气小可凉冷，菱角鸟也是出来找找食米。逐当的4月到9月，菱角鸟拢会换新毛，两边的色有黑有白，伊优雅行伫咧青景景的田林，城人注目。最近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动员大批志工，到各区调查今年上新的数量。园区讲，今年平去年加279只。拢总有2882只，不过数农民指出，近来土地开发加上进光电，反而影响到生态环境。栖地跟光电距离没有很远的地方，有的时候是在菱角田的旁边。就是光电应用几率差不多偌济，以我判断来讲，应该有差不多1成到2成。根据统计，有9成的菱角鸟拢伫咧光电区，主要因为遮有大面积的菱角田。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有15公顷大，其中有8公顷是用来种水生植物，用作鸟仔的栖地。园区主任表示，因人工干那6个，要整理遮真正力。加在就尾参地检署合作，派人斗3工做伙采收。尤其要白的工嘛无，啊要采收的工嘛无，因为迄拢做专业的，伊的门槛足悬的。所以阮就是希望讲透过安尼，大家会当来支持这个产业，和这个产业会当继续落，安尼菱角鸟才会当继续伫遮生团。今年园内菱角田成长袂歹，估计有上千斤的产量。园区发起买菱角支持菱角鸟的保育行动，因拍算要甲无看到的经费修缮园内欠点的所在，提供互鸟仔有更较好的休困所在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